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。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咁首先就同大家分享下戰果啦。咁啊，兩場都係外國賽事嚟嘅，我就跟住臨場收到嘅消息去賭就順利贏馬啦。跟住就照慣例同大家分享今日兩隻馬，分別係三場11號檢測精英同埋第四場9號古惑大師啊。咁之後呢，就講翻上次 AI 預測嘅部分啦。咁畫面咧就可以睇到11月2號呢，我哋賽事嘅命中率啦，咁成績都唔錯嘅，咁啊亦都肯定係會繼續進步嘅。最後就同大家分享埋今次嘅預測賽果。咁有需要嘅朋友就可以撳暫停慢慢參考啦。如果有興趣想知我臨場賭咩馬嘅朋友，就歡迎發信息俾我查詢翻。畫面有我電話號碼喺度噶啦，咁就祝大家好運。